藏经里面所说的火烧地狱，好恐怖啊！把人吊起来就跟烤牛排一样的。台长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听众，里面一个大屋子有好多黑炭，有两边，一边人在受刑，一边人长得好大，很可怕。台长，对，是执法的人，长得那个样子都是很厉害的。听众，我问他们，为什么这么残忍把他们火烧？他说，谁让他们做错事的，一天不知道要受多少次刑罚。台长，还有个无间地狱，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，不停的受。你想想看，在人间做坏事的人死掉之后，如果下地狱，就是这么一直痛，跟真的一模一样的。你下去了，让你先看，一看，你要不做好事的话，对不起，你要下去也是这一层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妈妈下去，可能就是这层地狱。听众，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我姐梦到我们去发书，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、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70，长成功把书全发完了，我妈也在，我妈上厕所，她掉到厕所里面了，然后就被大便，去哪什么东西？台长，哎呦，那是粪便地狱呢的藏经里面有的，这个粪便地狱又臭，里边还有蛆、虫，还有蛇咬。做坏事没好报呢，所以人不要做坏事呢。台长真的很心疼呢。你妈死了肯定下地狱的。听众，他没有做坏事，就是年轻的时候胎打多了，然后又台长，哎呀，随随便便做男女之事，不是坏事情呢。这种都要下地狱的。所以一个女人不能太犯淫，淫的话一定要下地狱的。听众，我母亲大概10来年的精神病，是那种脑子什么都清楚，就是睡不着觉，抑郁症，要靠吃药。台长，实际上就是人还没走，他的魂魄已经被拉下去，受惩罚啦。听众，是的，他有时候自己把衣服脱光了站在门口。台长，就是受惩罚，你知道在地狱里面全部是脱光衣服的，所以一个女人千万不要乱来呢。男人、女人都不要乱来呢。做错事情到了地狱的时候，不要说在人间说说，晚晚下地狱下地狱，真的下去了之后苦啊，苦死啦。白话佛法精选，淫荡是不是有报应呢？你不要说在人间有什么淫荡不好的想法，就是身体都会给你报应。过去有多少皇帝整天？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71，做那些男女之事，到最后他的身体就很不好，并且早死，这不叫报应吗？这叫报障。这个障碍，这个孽障是属于报障。灭3障，
勤念经。3. 同修反馈摘选。1. 先生度化我学习心灵法门的峰回路转经历。说起接触心灵法门之前的我，真的是愚痴可怜，常常不自知而犯下重业。要知道，我之前根本不相信善恶有报，因为我的愚痴，不停地造着罪孽。在上大学时，刚参加工作时，我对感情比较随便，先后交过几个男朋友，明知道不会有发展结果，还愚昧的同居，与陌生人暧昧等。尤其是大学时，犯下了很重的邪淫罪业。记得大学时就开始腰疼，每天去医院扎针，痛苦不堪，同时常年月经不调，一般是好几个月来一次，甚至有时候半年来一次，根本没有准确的时间，找过很多医生，吃过很多药，用过很多方法，但是没有效果。结婚后，更是孽障爆发，得了慢性肾炎，尿检蛋白居高不下。通过心灵法门的3大法宝，奇迹在我身上发生了。2014年2月24日上午，捧着医院的尿检报告，看到蛋白以奇迹般恢复了正常。回想着近2年我修学心灵法门峰回路转般的难忘经历，我的心情无比感恩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回顾我的心灵法门学佛路，贵人正是我的先生。虽然我的劣根性很重，但是我的先生却是上根很好，他早早开始学习佛法，学习心灵法门，早早就不吃肉了。结婚后，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，婚姻，情感卢军红台常开示极紧。72，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也开始极少吃肉，包括怀孕后，真的几乎没有吃过肉。先生非常坚定，说素宝宝绝对非常健康聪明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并不怎么信。说来也奇怪，别人怀孕反应很大，我一共吐也没吐1个星期。2010年9月生下6斤8两的宝宝，宝宝果然如先生所讲，非常聪明，非常可爱，非常健康，并且也很听话，懂事。感恩观世音菩萨。还有，在孩子刚出生时，有时候晚上睡觉会突然哭，怎么哄都不行，但是先生一打开手机中的100人版大悲咒，往往孩子就奇迹地停止了哭声。还有，我先生有次犯了妄语，我亲眼看到他的喉咙第2天马上变声，声音说话根本听不清，唯独可以念经。他事后忏悔地对我讲，念经的人都有护法，一旦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，马上受报。一直是无神论的我，对这个现象感到非常疑惑和奇怪。渐渐的，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也看到心灵法门的神奇。公公的直肠癌，婆婆的更年期，
都是先生运用3大法宝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难关。如今，曾经癌细胞已经扩散的公，现在已非常健康，其他同类型病人10几天都拔不了胃肠管，他手术后短短几天，全部恢复正常，医生都大呼没见过恢复这么快的。而曾经打过胎的婆婆，原先经常莫名其妙的剧烈腰痛，几波小房子以后，再也不腰痛了。感恩我的先生，他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度化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，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道理，帮助我改正错误，告诉我善恶有报，给我看卢军红台长的看图腾视频，给我说起心灵法门的来历等等，同时伴随着眼前的一件件殊胜的变化，我终于决定开始念经了。但刚开始仅仅是做心经。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73功课让我决心开始念大悲咒，正是我去世的爷爷奶奶的要经历。那天我梦到爷爷奶奶在很黑的房间里，他们像以前一样在床上躺着，衣服都很旧，看见他们的脸就像僵尸一样，白白的，2个黑眼圈。醒后我和先生说了，他说这是我的要经者，我欠他们的，得赶紧给他们烧小房子，要不身体会生病。但是我没有怎么重视，就想着梦就是梦没有什么意思。果然，2012年8月，我检查出重度宫颈糜烂、盆腔积液，跑了医院好几趟。我发愿宫颈糜烂好后要渡人，并且主动和先生说要早上起来念大悲咒增加能量。先生高兴地说，你开始念大悲咒比我事业进步都高兴。于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做大悲咒、心经功课，但是依然还没有给自己念小房子。无奈我邪淫孽障很大，2013年10月，我的孽障彻底爆发了。31号晚上突然发现尿血，第2天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是肾盂肾炎，尿检结果蛋白一直有加号，输液半个月，隐血和蛋白丝毫不下，医生说是不能再输了，建议转院查。去市医院查后，专家说可能是肾炎，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，只说是多喝水，少吃盐，还按照以前的药继续吃。12月15号检查结果依然是隐血症3，蛋白质症1。2014年1月13号结果隐血症3，蛋白质症2。看着蛋白只增不减，看着一堆报告单不确定病情，我非常着急，因为我了解到，一个得了慢性肾炎的人，很难根除病情，很可能就是一辈子。先生却非常镇定，告诉我这是孽障爆发了，一边督促我按时吃药，一边带我放生，给我念小房子。我也告诉自己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，
婚姻、情感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。274切都是因果，坚持吃药，开始念小房子，告诉自己一定会好转的。这期间有一次渡人的经历，让我彻底的相信了心灵法门的殊胜，相信了心灵法门的确有菩萨和护法在慈悲加持。有一天我的腰非常疼，整个人就像废了一样，一动就要倒下。看着平时走2分钟就到的小诊所，我走了整整有15分钟。遇到同事，在他扶我回家路上，我和他谈了心灵法门的神奇事迹和看图腾的一些例子。突然他说：“你到底腰疼不？我看你走路像没事人一样。”这时我也才发现，渡人的时候竟然腰一点疼的感觉也没有。当时感觉好神奇，更加坚定了对心灵法门的信心。说到渡人，我想分享下现在我和先生的渡人方法。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网上选择有缘人去度化的。我们现在总结出了一套渡人方法，在网上我们随缘加入了一些算命群，针对性找一些想了解自己命运的众生聊天，通过你想算命等话题开始自然的聊天。如果感觉这个人心地善良，相信善恶有报，不会造口业，就随缘把心灵法门的博客以及在线听录音的网站介绍给他们，并做简单介绍，介绍台长无私的弘法经历和人民日报刊登等事迹，比如点出无常，人民日报刊登首先做个善良的人等等。同时告诉这个有缘人，只要他们做个善良的人，用这个人的方法就可以随缘改善。一般情况下不直接跟他们讲心灵法门、佛法和卢台长的名字等，避免不了解的人诽谤。这样度化我个人感觉效果也不错。如果直接说佛法，直接讲佛、菩萨或者感应等，很容易让一些人有抵触情绪。如果感觉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75到这个人很可能会诽谤，我们马上随缘调整话题，并善意提醒他别把自己的八字随便给陌生人等。总之，我们认为渡人要随缘，要自然，对一般人不直说，同时做好适当的背景介绍，努力避免他们造口业诽谤。当然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，学佛一定要遵纪守法，听台长的话，自己做到如理如法，自然会让更多的人尊重和信服。2014年1月25号，我们在市医院找专家，确诊症是慢性肾炎，做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是 0.704G。在定期吃药的基础上，先生针对我的病情，给我制定了苦消孽障、克服劣根性、做身体健康、善良清澈、有感恩心、忏悔心、端庄贤惠
的修心人正月计划，他详细的帮我列出念经、修心的计划。我也许愿在2014年里至少给100位众生介绍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。随着一波一波的小房子和度人修心，我的梦境有变化了。首先不再是黑乎乎的，有一天晚上我还梦见卢军红台常在厨房给我做面条吃，好开心。后来还梦见一个池子，里面有莲花，下面好多金色的大鱼，上面池子的鱼是彩色的，在空中游着。还有一次梦见一个房子，是在路的下面，房顶有一条1人宽的缝，外面下着雨，里面的水越来越多，出现了好多鱼，有些鱼游着游着就变成了人的样子。2014年2月17日晚上，我再次梦见我的爷爷奶奶，他们穿着灰色中山装样子的衣服，很整齐，还是在以前的房子里，家里很亮堂，都站在客厅。我看见他们就哭着问我奶，你们是不是过得很不好？我奶奶说，你要是实在很紧张，就先给我们烧一张吧。意念中他们就是要小房子，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、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76。梦中马上出现了2组数字，26、30。后来他们就出门不见了。感恩菩萨加持，点化我知道了我的病的原因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告诉我需要56张小房子呢。在2014年2月22日晚上，我再次梦见卢军红台长，还梦见我和先生在108米高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前都求到了一张护身符。做完这个梦境后，我告诉了先生，先生说应该是菩萨加持了，并让我再去做下尿检。奇迹发生了。24号早上尿检蛋白质结果降成了+，天哪！慢性肾炎，降蛋白，多少人一辈子也降不下来的蛋白，我在这么短的时间，蛋白竟然降为正常。我和先生非常激动，因为我们从网上了解到，慢性肾炎有的人好几年蛋白也降不下来。而如果我没有学佛修心，及时忏悔消业，我深深明白，我的邪淫孽障爆发后，根本不是这么简单，更不会康复的如此顺利。我从心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军红台长。在这里，我也忏悔自己作为妻子的不称职。刚结婚时，我根本不懂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妻子，如何做好相夫教子的分内事。作为女人，我没有做到心柔如水，而像钢铁一样又冷又硬，在做错的情况下也不认输、不认错，因为自己的劣根性，我每天脑子里只想些先生的不好，他的好从来看不到，甚至有时候还会有恨，对先生的工作不是很关心。
让他体会不到家的温暖。而现在，我知道是自己的智慧不够，以及劣根性太重的原因。同时，还因为放生、注印等事宜和先生吵过架，甚至造过一些口业。在这里，我向观世音菩萨、向卢军宏台长深深忏悔。同时，我也呼吁看到此文章的有缘女众一定要珍惜节操，为人妻子要端庄贤。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77. 会性情柔和，做好相夫教子的本分事，这才是幸福之道。那回顾我学习心灵法门，可以说，正是心灵法门，让我发心做个善良的人，让我努力做个体谅他人的人，让我家庭和睦，让我懂得如何去教育孩子做个有良心的人，让我明白爱国爱家的重要性，让我明白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正能量的人。最后，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感恩心灵法门山西和同修。2. 心灵法门帮助我走出不伦之恋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。默学在此深深忏悔自己犯下的邪淫地狱果报。上大学时候默学者有学佛经，常在宿舍放大悲咒，因而接触到佛歌。我们都不懂真正的佛法，对佛学知识也是空白一片，却深深喜欢上了佛歌。感恩舍友播下的佛种子。06年自己开始陷入感情的漩涡，与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产生了不伦之恋。在现代喧嚣的社会宣扬追求爱情至上与人性自由的基础上，无名中踏上了邪淫之路，一步一步犯下了地狱果报。沉迷于世俗爱情中，经历了流产、家庭破裂、妻离子散、经济破产，彼此却依旧执迷不悟，孽缘情网越结越深。期间还从网上搜罗了一大堆关于长期短效臂、持守戒律、圆满家庭、婚姻、情感卢军宏台长开示集锦278孕药的资料。资料显示，这种避孕药基本上不影响身体健康。愚痴的自己以为这样保全了双方，就这样一吃就吃了3年。学心灵法门后听录音才知道，避孕药也一样流掉小孩，那一刻是多么的心痛与心碎，积年下来多少孩子为此遭受凄惨。忏悔，深深忏悔。真心呼吁天下的女性懂得关爱自己呀，远离避孕药，切勿重蹈覆辙。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位居士网上分享的观世音菩萨的神奇事迹，开始震撼观世音菩萨真实存在，热切的学佛之心。苦于不开智慧与无人引导，最终在无奈中沉寂。此时，对因果报应依旧空白一片，依旧在感情中挣扎并堕落。
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没有放弃如此业障深重的孩子。自学校毕业一直保留听佛歌的习惯，特别心情压抑的时候，在2011年期间一段时间天听大悲咒，整天整夜的听大悲咒，菩萨实在是太慈悲太慈悲了。一次听着大悲咒睡着了，做了个梦，一直深深印在心上。梦里非常庄严漂亮的白衣观世音菩萨金光闪闪踩着祥云出现在天空，微笑的俯视，如此温暖与慈悲，把心都融化了。自己见识观世音菩萨，欣喜不已，合掌跪拜，眼泪不由的掉下来，内心充满忏悔。抬头再看的时候，菩萨已经远去，自己在眼泪中醒来，那种真实与震撼的感觉毋庸置疑。自己从小到大未懂合掌跪拜佛菩萨，甚为诧异。然而愚痴的自己并没有因为菩萨慈悲点化而走上学佛之路，一直固执的沉迷情网。直到2012年，一次偶然机会跟同学聊起寺庙法会事宜，在网上搜索超度，弹出心灵法门博客小房子超度的链接。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79。点击进去一看，整个人激动不已，欣喜若狂。这不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学佛之路吗？接下来就一直沉浸在激动喜悦之中。由于业障特别深重，反应特别激烈，连续1个多月晚上噩梦不断，整晚发冷发热，脸色发黄，看博客听录音头昏脑胀，家人朋友同事四面八方阻碍重重。感恩菩萨慈悲点化，让我真真切切去了解什么是邪淫，同时看了音律无情地狱之苦，才痛心发现自己一直犯着恐怖的邪淫，种着地狱果报呢。念经半个月，梦见慈悲的台长在漆黑一片惨尖叫的地方跟我说，你一定要救他们呐，指孩子。醒悟过来的自己震撼忏悔，自己已经一次残害了孩子们，此时此刻于心何忍放弃他们呢？唯一只有救助孩子们，哭着朝天上呼喊，求菩萨，我再也不要这个关系了，菩萨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要这个关系了，我不要下地狱，我不要下地狱，我不要下地狱呢。深深忏悔对家人朋友造成的伤害，深深的忏悔，劝导对方学佛无果。无论家人朋友如何阻碍，始终坚定学佛信念，配合3大法宝：念经、许愿、放生，给对方心经、解决咒，加上小房子。当时还住一块，吵架打架，整夜互相折磨，就像疯子一样撕心裂肺。每次到了危机关键时刻，一呼喊观世音菩萨救救我，对方就无法伤及自身。
心灵法门真的太灵了，菩萨真的太慈悲了，感激涕零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与护法神慈悲保佑与加持，在短短3个月内安然解脱。了几年的不伦关系终于回归了正道。感恩父母的宽容大度，一直以来对女儿的帮助。女儿不孝，深深伤害了你们。女儿从此一定要好好孝顺你们，好好学佛，随缘度化有缘众生，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、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80，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父母开智慧，信佛念经。感恩对方终于破迷放下，化解冤结。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对方开智慧，信佛念经。念了200多张小房子给孩子，300多张自己名字的药。经者后，菩萨在梦里告诉你身上没有灵性了。醒来法喜充满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学佛1年度化了，妹妹也学心灵法门，其他家人也从反对到不干涉到支持，放生度人，一件又一件殊胜法喜的经历，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。莫学今生今世，要永远跟随观世音菩萨学佛念经，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，弘扬心灵法门，救度众生，永不停息。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。弟子核实。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81。2. 邪淫对事业运程的影响。1. 精彩开示摘录。1. 常看不健康信息，男女不正当关系，定导致事业不顺。2012年4月22日悬疑问答。听众，我现在求其他事情还比较顺利，就是求事业的时候，也不是说不顺利，就是好像还没有结果，这是为时。1. 台长，很简单，事业和你的心有密切的关系，你的心还有杂念，事业一定不会顺的。比方说你经常看一些不该看的杂志报纸，那种色情的东西，你的心就会动，一动的话，事业马上就会不顺了。连报纸上那种色情版你都不能看，看的话一定事业不顺。很多人事业不顺，跟这个心理男女之间的事情特别有关系，因为最倒霉的就是男女之间的事情，可以让一个人彻底倒霉。你去看好了，有些人贪污还不一定出事，但是他只要跟女人牵扯上之后，接下来锅端什么都出来了。听众，哦，是这样的。2. 沉迷男女之事阴气重，影响考试和前程。2013年10月20日悬疑问答。听众，我现在就想考公务员，
以前您在梦里也开示过，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、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82。我2次去考公务员，后来我也没考上，今年又有考，我没有其他经文需要调整？台长，继续考，不要怕的。有时候师父在梦中给你点话，叫你去考公务员，可能会因为你自己脑子的业障，就像昨天晚上我们联谊会一个小朋友一样的，台长到梦中去跟他说2次都很好的，他为什么工作找不到？台长昨天就告诉他了，不能在网上看那些色情的东西，哪怕看那种美女照片都不行。你听得懂吗？考不上的人跟你看这些东西很有关系的。听众，是不是因为跟我谈恋爱也有关系？台长，那当然了，你谈恋爱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当然阴气太重，对你怎么会没有影响？思想不集中呢？就是跟女朋友恋爱的话，你也要规规矩矩的，不能人一碰上就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以为找一个女人就可以乱来了？那也是不好的。分心呢？为什么大学里、学校里不主张大家谈恋爱？就这个道理。谈恋爱分心，读书读不好，毕业不了，国家不是少掉人才了吗？不一样道理吗？所以，树有根，水有源。师父2次在梦中给你加持，说叫你考公务员考得上，怎么可能考不上？不就给你糟蹋掉了吗？听众，是呀。台长，这种事情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有菩萨的帮助，但是自己也要努力的，不努力的话怎么会成功？有机缘，不努力不会成功。有的人一辈子努力没有机会，他也不能成功。好好自己放下一点了，真的。听众，那我这段感情就放下是吧？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83。台长，我不是叫你放下，我叫你2个人如果谈恋爱就好好的谈，不要一天到晚搞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在一起也好。好的，那以后你跟这个女朋友就算结婚了，成为一对老夫妻的话，70、80岁你们也搞事情。夫妻之事不能一天到晚做到后来不好的，会倒霉的。过去皇帝搞的命都没了，国家的江山社稷都没了。这种东西都是阴气很重的，这种都是贪玩，都是丧失你的意志的，明白了吗？很简单了，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分，一过分就不好了。你吃东西都不能过分的，吃东西过分，肠胃不就坏了吗？你这里想奋尽努力，那里一天到晚沉迷在酒色之中，人家会用你，可能吗？听众，
如果我不跟他每天联系的话，他就会觉得我不关心他。台长，谁叫你不跟他联系了？联系一定要两人好的不得了，如胶似漆的。你怎么听不懂？就是碰面也没关系，联系都没关系。联系好了就放掉，好好做功课。正常的接触有什么关系？我就说那些男女之事少做。一个年轻人要奋进，要往上走，你必须要舍去很多东西的。不舍你哪来的？整天那么沉迷酒色，那不就跟那种马路上的那种小青年一样的吗？那种嬉皮士不就这样，整天跳舞、唱歌？你说他哪有事业？这种人会有成绩？你去看看，到了那种咖啡厅、酒店里干的，有几个是务正业的人？人家博士会去吗？教授会去吗？在澳大利亚这种跳舞场或者晚上夜总会去的那种小青年，哪个工作好的不努力呀？听众，师傅，想问一下我念经的质量怎么样？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、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84。台长，就看你现在有气无力的，你说会好吗？向台长，如果我念一遍大悲咒，跟你气哪个足？听众，台长吗？台长，这是一种气场，是一种正气，这种是能量。你浩然正气，你不做坏事，人家讲你你都不怕的。你去考公务员，心虚的话，人家就不要你，要浩然正气。老跟女人接触的人不会有浩然正气的，老动那种脑筋的男人不像男人。你去看色眯眯的这种男人像男人吗？都看得出来的。你说娘娘腔的男人能做大事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多念大悲咒。白话佛法精选。所以戒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守戒就不会造种的业，守戒的人就不会造业，而造业的人他就不懂得守戒。今天你不乱讲话了，你不就不造口业了吗？你不乱做事情了，你不是守了你的身业了吗？今天有个人告诉我，一个名家之后，爸爸是大学的教授，而这个女儿在澳大利亚就像妓女一样，今天跟这个，明天跟那个，把他父母的脸都丢尽了。想想看，这就是不守戒，他才做了这种恶业。如果这个人遭遇了各种不顺，比方说劫财，都是和尚，一世犯淫恶有关。如果今世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顺利，刚有点钱就没了，刚有点好事又没了，这个人上一辈子就是和淫荡取乐有关系。所以经常很淫荡的人，他的钱财是守不住的，他再劫重生，经常会有桃花劫。如果一个人在
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85。这方面干净一点，他的钱财就比较稳定。如果一个人刚刚有点钱就乱搞男女之事，以为自己钱很多，但不知钱很快就没了。以戒为本。2. 人轻是指腹部以下的地方。腹部以下的地方为人，有男女情欲，有泄其经穴等，就是说人的经穴会漏掉很多。台长经常给大家讲，如果要去找工作，想发财的时候或要面试的时候，最好不要接触男女之事。佛法上讲过，邪淫乱阴阳。当你有一件好事要去做的时候，或者是有倒霉的事情要去处理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做男女之事。即便是自己的老婆或者老公都不要去碰，否则肯定倒霉。这就叫乱阴阳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另外就是魂魄会消散。报纸上的色情广告上经常写消魂，因为男女在一起就叫销魂。一个人魂魄没有了，能够找到工作吗？脑子注意力不集中，傻掉了，能顺利吗？所以有一句话叫谈恋爱时，人的智商是很低的。如果有人告诉一方说，这个人不好，是坏人，你可能会认为这个人是在嫉妒你。其实这是因为谈恋爱时你的魂魄被消掉了。色魔羔羊就是说，当人经常使用下腹部人轻的地方，就会有很多麻烦。如果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下腹部，就是色魔已经在身上了。2010年6月6日悉尼市中心悬疑综述解答会记录。5. 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、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。2. 86. 3. 同修反馈摘选。心灵法门求工作的感应和经历。我来自杭州，接触心灵法门也有快1年半，感触较深。观世音菩萨真是无比灵验。现在我就来叙述一下自己找工作的神奇经历，与大家分享，共勉精进学修心灵法门。学佛前有好多年，运程一直不顺，特别事业方面没有财运。学佛后知道是自己孽障太重，特别是犯淫邪。过去天天出入酒吧、KTV， 乱搞男女关系，还组织大家一起玩，自命潇洒，加上本身的福报就不多，这样大大折损福气，自然就没有财运，导致工作一直不顺，收入低不稳定，身体也变不好。过去肝病小三阳变大三阳，下巴还长满了痘痘，火爆来得非常厉害。由于淫邪的报应，过去找的2个工作单位，一个号称事业单位，一个号称国企，外人看来都非常好，但进入单位后才了解是两码事，名不符实。说来也奇怪，工作也
和我这个人一样，看来光鲜而内在混乱，真的是业力感应，报应不爽。所以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犯淫邪，报应真是非常厉害，活着就如此，死后一定有更残酷的阴律惩罚。后来我遇到心灵法门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母亲救了我，让我可以学佛的遇心灵法门这么好的方便法门。我彻底下决心改变自己，发誓不再淫邪，遵循念经、放生、许愿3大法宝，天天修行。在这1年半修行中，我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，脸上痘痘也好了，人也精神。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87，身体也好转，感恩观音菩萨。唯有工作方面，我心中一直有芥蒂，不想待在这个国企单位。于是我就在今年6月份辞了职，因为确实也干不下去，没心情再混。辞职后我在家闭关3个月，每天念3至4张小房子，求菩萨给我一个离家近、交五险一金、空余时间多、方便念经、度人弘法、稳定有事业前景的工作。到了9月，我开始找工作。半个月后，我找到一家全国500强的集团公司，在杭州子公司，满以为这就是我将来努力的方向。进公司才了解，又是一家门面好听、依仗集团名气，其实没前途，真实待遇也与面试不符。老总对新人待遇反复变化，最后耍赖。那段时间真是情绪低落，但我始终想着观世音菩萨对一个同修说的话：疾病或不顺并不是惩罚，而只是自己所做行为所产生的结果。想到菩萨的话，都是自己过去今生造的恶业报应，能埋怨什么？现在遇到心灵法门，就好好念经还债，相信菩萨，总有水烧开的一天。集团公司上班1个半月后，莫名收到一条短信，市区政府的社工招聘。这个社区工作其实不错，非常稳定，是吃国家饭，只要你不辞职，可以做一辈子，工作时间很轻松，空余时间较多，利于念经修行，而且基层工作会接触到很多人，方便弘法，离家也非常近，走5分钟就能上班。唯一点是工资不高，但前途不错，将来有很大提升空间。虽然很心动，并且和我求菩萨的工作要求全部都符合，但我知道社工应聘竞争非常激烈，最要命的是体检环节，由于过去通宵纵欲，导致有大3阳，肯定是通不过。过去自己造的因，现在要吞的果。所以有兴趣，无信心，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、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288。母亲知道后，劝我要试一下。母亲说观世音菩萨若保
6. 一定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。我想想也对，就决定死马当活马医。报名那天，人山人海，估计有上千人来应聘，很多人，文凭还很高，我只有大专，心就更沉了，自己没啥优势，真得靠观世音菩萨保佑才行。那天回家后，我跪在佛台前，发愿为这次应聘笔试放生1500元的鱼，念21张小房子，每天基本功课中准题，神咒加到108遍。报名1周后就进行第1轮笔试，我根本不知怎么复习，每天要上班还要念经，只能网络上找了一些考试题目看。笔试后，在焦急的等待半个月，发榜看到了成绩，我竟然考出所在社区的第1名，顺利进入第2轮面试，自己都有点不相信，这绝对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，才有这样成绩，法喜充满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台长。当天我又跪在佛台前，发愿为这次应聘第2轮面试放生1000元的鱼，念14张小房子，准提神咒依旧108遍。半个月后又开始面试环节，虽然笔试刷掉了很多人，面试仍然很严酷，那次面试并不理想，但几天后面试成绩出来，再一次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护佑，竟然也有第4名的成绩。也在那几日，又一个惊喜发生，终于得到东方台回复，台长给我选了新名字。其实求改名已经快1年，那么久没回应我，其实早放弃了，没想到这个时候等到了回复，感恩。马上我也做了声文改名。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89。第3轮就是体检，有大3阳乙肝的我心里彻底没底，这一次又跪在佛台，发愿放生500元，准提神咒108遍，今生一定跟着观世音菩萨弘法度人，祈求菩萨保佑我能有奇迹发生，顺利通过。这个时候能依靠的也只有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母亲。最后的奇迹确实真的发生了，菩萨母亲真是太慈悲了。体检10天后，当被电话通知体检合格的时候，喜悦万分，真是由衷的感谢伟大的观世音菩萨，感谢这么好的法门。5个月前上各单位体检，我还是乙肝大3阳，经历了2个月的辛苦应聘，我终于奇迹的成功了，而且工作和我在菩萨前所要求的一模一样，同时我的新名字也有了，在新的工作环境，可以很顺利的让新同事叫我新名字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给我安排的太好了，大家一定要坚信观世音菩萨，坚信心灵法门的灵验。我总结下求工作的几点心得。1. 求工作前，为找工作一定要发愿放生多少，念多少
小房子，并且要在能力范围内发愿，最好不要发若成功后，再如何这种愿，和菩萨讨价还价不如法，我一开始就犯了这个毛病，并且准提神咒要多念，每天最好加到108遍。2. 淫邪之念不要有，一定要守住这个。不看少看网络，美女图片、电视、大街上美女也不看少看，尽量心干净。看得多会引起不必要的淫邪遐想，意念淫邪最难防。淫邪又是最妨碍事业，我就是例子。3. 若还是无法短时间找到合适工作，不要急，还是的，老实念经许愿放生。找合适工作周期可能会比较长，几个月到几年都有。最怕就是求了几个月，找了几个月，失去。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、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常开示集锦。2. 有时信心了，因为自己福德积累不够，你求的工作，菩萨给不了你，但你只要坚持下去，不论几月还是几年，只要积累够，菩萨马上会给你好工作。最后再一次感谢伟大的观世音菩萨。杭州师兄何时？3. 前世邪淫，此生受报。一精彩开示摘录。1. 前世行为放纵，今生妄想严重。2013年11月17日悬疑问答。听众，我的同学也是刚刚知道心灵法门，已经参加了2场法会，现在也在念经，但是有时候他会坚持不了，他喜欢晚上一个人在外面游走，在感情上喜欢很夸张的妄想，现在很烦恼。他现在在我旁边，台长您跟他说2句话。听众的同学接听电话，台长好，给台长请安。台长，小姑娘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要记住2句话。首先，你这个妄想症如果不好好控制，你就会的神经病，一定要控制好自己，不能让他随便幻想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要记住，如果哪一天你自己想到的东西嘴巴里讲出来，人家都认为你是神经病的时候，最后你会被送到里面去，被人家打，被人家欺负，因为神经病都会打人的，而且会帮你打针。所以我不是吓你，你必须是一个正常人，必须把你的幻想要去除。怎么样去除？你必须每天念21遍心经。你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91. 长得不难看，只不过是你前世作孽太多。我讲一句话你就知道了，你前世在男女问题上非常的放荡，所以这辈子也会有很多的遐想。你现在完全不能在欲望上动各种各样的脑筋，甚至你暂时这段时间幻想厉害的时候，必须要禁欲。听得懂吗？
否则你会废掉的。每天念21遍心经，解结咒念108遍，往生咒21遍，大悲咒念9遍。我告诉你，你很容易让色魔侵入你的身体，不能一个人去想的太多。念经之后，人会慢慢的转变，而且千万晚上不要往外跑。听众，好，不往外跑。台长，哪怕不念经的话，看看电视新闻都好的，要听台长的话。有时候不要让自己有幻想的空间，就是不要去让他有这个时间和地点，还有谁的人物进入你的脑子里。看了之后，不要去想，想一想这些都是人。听众，明白？台长，傻姑娘，你内分泌严重失调，还有你以后妇科会不好，睡觉睡不好，晚上会做噩梦。要听台长的话，不听台长的话你会失去你的青春的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堕落的话你就惨了，人生很难得的，一定要听台长的话，千万不要顺着自己的意念去遐想。有时候自己想，哎呦，我怎么想这种事情了？观世音菩萨，您保佑我不要乱想，明明很想去想的，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，让我制止那些不好的想法，要求观世音菩萨能量加持你，你才能克是的，否则会乱想的。多晒太阳，经常被晒太阳，持守戒律，圆满家庭、婚姻、情感。卢军红台长开示集锦92前世欲望过度，今生投女身且患妇科疾病。2011年7月1日。直话直说。听众，我一个同修，她身上长了湿疹，就是女性最私密的地方，长湿疹长了10几年，一直不会好，吃药什么都不会好。因为她现在跟我很要好，我们一起在同修嘛。今天烦请台长给我开示一下。台长，首先我告诉你，肠的什么部位跟着个人过去所做的孽障都有讲究的。你比方说，有的人专门过去前世生捉弄人家，写文章害人，比方说经常暗中弄人家，这种人那也会长这辈子是什么报应呢？头痛、脑瘤就会死掉的。那还有的人呢，比方说前世喜欢打人，那么他的手这辈子就会骨折，就会断掉，或者残废。像他这种就是前世在男女的事情方面太过分了，已经是造业了，也有可能他前世是个男的，或者他经常做一些男女之事太多了，太不好了，所以他这辈子让他第一报是受女人，第二报让他这个地方长湿疹，叫奇痒难忍，而且要当着人家面部停抓，实际上就是像动物一样，就是让他受这个报。你明白了吗？因为他不行的，他当着人家面他也熬不住，
你听得懂吗？所以像这种情况，你赶紧要给他念礼佛大忏悔文。听众，几遍？排长3遍，还有21遍大悲咒，还有心经要给他念7遍。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就是要尽快的消除。像他这种情况，最好要给他念一个较大吉祥天女神咒。听众，那是念几遍？排长念29遍，还有就是小房子最好叫他第一波念21。第3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。93